你有这样的感觉，自己的身体就像一辆开了10几年、很久很久没有进厂保养的老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过弯的时候有点摇晃，方向盘稍微偏了一点点，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轮子整个偏掉了，车子完全失控了，你想踩刹车都来不及，失去平衡，其实是你的血管、肌肉和大脑正在老化的第一个警讯。这不是突然之间就发生的事情，而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忽略这3个看起来很小、很不起眼的指兆，下一次跌倒可能不是在马路上，不是在公园里，而是在你最放松、最没有防备的地方，你家里面的浴室。那时候你一个人在里面，没有人可以扶你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我必须很诚实、很严肃地告诉你，请你把这支影片从头到尾听完。如果你中途就放弃了，就关掉了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，一个可以守护自己双脚、保护自己不跌倒，让自己可以稳稳地走到80岁、90岁的机会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图示，这样你才能收到我们每一次分享的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认真在追踪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现在，请你拿出你的笔记本，或者打开手机的记事本，记下一件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关于身体平衡的知识。我是林医师，今年68岁，在台中执业心脏内科已经40年了。从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看过各式各样的病人，也看过太多太多的生老病死。但是我渐渐发现一件让我非常在意的事情：老年人真正最害怕的，其实不是心脏病，也不是高血压，更不是中风，而是失去平衡、站不稳、走不动，最后跌倒、卧床，失去自理能力。我的诊间不大，装潢很简单，很朴素。来看诊的病人有在夜市卖面的老板，退休的国小老师，巷口卖手摇饮料的年轻小姐，还有很多很多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、平凡人。他们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，每次想起来都很感动。他们说：林医师，我们真的不怕走得慢，只怕站不稳。走得慢没关系，但是站不稳就会跌倒，跌倒就完了。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里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把你的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认真地说一次：我想要再稳稳地站20年、30年。我现在要告诉你3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指兆。这3个指兆看起来真的很小，很不起眼，但其实是你的身体正在拼命地对你发出求救信号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。第一个指兆，你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，如果动作太快，起来得太急，你会突然感觉到头晕，眼前一片黑，整个世界在旋转，需要停顿个几秒钟，扶着桌子或墙壁，才能慢慢恢复正常。第二个指兆，当你走在光线比较暗、比较昏暗的走廊里面，或者是半夜清晨起床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脚步不太稳定，身体摇摇晃晃的，好像随时都会踩空，随时都会跌倒，让你感到很害怕，很没有安全感。第3个指兆，你在爬楼梯的时候，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，你一定要用手紧紧地扶着扶手，不然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不安心，很担心自己会踩空、会滑倒、会摔下去。很多很多的人，包括可能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，会觉得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，觉得年纪大了本来就会这样。这很正常
啊。但是我要很认真的告诉你，这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而变得虚弱无力，而是你的神经系统负责维持你身体平衡的感应器、侦测器正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睡着关机。让我给你看一个真实的、令人震惊的数据。在台北市，每10个60岁以上的人当中，就有4个人，接近一半的人有平衡障碍的问题。但是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，完全没有意识到，直到真的跌倒了、受伤了，甚至骨折了，才突然惊觉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现在，请你记下这3个指照，然后仔细的、认真的想一想，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、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爷爷奶奶有没有出现其中任何一个指照。我现在来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我的一位病人，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陈国民先生52岁，在新竹的一个热闹的夜市里面开了一个咸酥鸡摊子。他每天下午4点钟就开始准备食材、切鸡肉、调酱料，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，甚至12点才能收摊回家休息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概是9点多的时候，生意特别好，排队的客人一个接住一个，他炸了一锅又一锅的鸡排、咸酥鸡、炸鱿鱼，整个摊位都是热气和香味。突然之间，有一个客人从他的后面叫他老板，老板，我要加辣。他反射性的、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，想要避开眼前那一锅滚烫、温度超过180度的热油，就是那一步。那简单的，平常做过千百次的一步，他整个人往后倒下去了。幸好旁边卖臭豆腐的摊贩老板眼明手快，反应很快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扶住，他才没有撞到后面坚硬的水泥柱子。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外伤，没有流血，但是他整个人吓坏了，脸色发白，手在发抖。隔天他就来找我，他走进诊间的时候，眼眶都红红的，我看得出来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。他坐下来之后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真的吓死了，我觉得我的脚已经不听我的话了，我好像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，我是不是老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”我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跟他解释：“国民，这不是你的年纪的问题，你才52岁而已，这是因为你身体里面负责维持平衡、负责快速反应的反射系统已经变得比较迟钝、比较弱了。但是好消息是，这个是可以训练回来的。”后来我教他一些非常简单，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训练动作。他每天只需要花3分钟练习，就3分钟而已。2个礼拜之后，他回来复诊的时候，他可以单脚稳稳地站10秒，钟然后他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很有成就感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学会骑脚踏车一样开心。如果你曾经看过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，站不太稳，请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把这支影片传给他们看，这可能可以救他们一命。现在让我用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容易理解的比喻来解释，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3维立体的非常精密的交通系统。你的内耳，也就是耳朵里面深处有一个叫做前庭系统的构造，它就像是汽车上面的 GPS 导航系统一样，随时随地在侦测你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、移动的速度和转动的方向。你的眼睛就像是行车记录器上面的摄影机，负责清楚地看到周围的环境、路面的高低起伏和前面有没有障碍物需要闪避。你的肌肉
和关节，尤其是脚踝、膝盖、髋关节这些地方的肌肉和关节，就像是车子底下的4个轮子和避震器、悬吊系统，负责支撑你整个身体的重量，随时调整你的姿势，保持你的平衡。当这3个系统互相配合得非常好，彼此协调得非常完美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走得很稳，站得很直。不管是走在平地上，还是爬楼梯，还是转身，还是突然停下来，都不会跌倒。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部分出了问题，比如说 GPS 定位不准确，摄影机的画面变得模糊，或者轮子磨损得太严重，你就会偏离车道，整个人摇摇晃晃，左右摇摆，站不稳，随时都有可能跌倒。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当你长时间不去挑战你的身体，不去使用你的身体，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或者躺在床上滑手机的时候，这个 GPS 系统，这个导航系统就会自动进入省电模式，慢慢的睡着，关机。结果就是，当你突然需要快速反应的时候，比如说突然站起来，突然转身，突然改变方向，或者突然有人从旁边撞过来，你的身体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来不及调整，你就直接跌倒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消息。根据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的大脑具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能力，叫做神经可塑性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只要你愿意持续练习，愿意每天花1点时间训练，你的大脑可以在短短21天之内重新建立新的神经连结，重新编程你的平衡系统，让它恢复正常的功能。请你用笔记下这句话，或者在心里面记住这句话：平衡能力不会永远消失，它只是暂时在睡觉而已。只要你愿意唤醒它，愿意训练它，它就一定会回来的。接下来我要分享7个原则、7个方法，这是我在临床上实际使用了很多年，并且确实证明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帮助你唤醒那个已经沉睡很久的平衡系统。第一个原则，每天早上当你睡醒张开眼睛之后，先不要急逐起床，也不要急逐去刷牙洗脸，你先在床上慢慢的做10次耸肩和转脖子的动作，把你的肩膀往上耸，往上提，然后放松，放下来，把你的脖子慢慢的往左转，往右转，往前低头，往后仰头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唤醒你颈部的肌肉和内耳的平衡系统，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知道，我现在要起床了，我要开始活动了。第二个原则，早餐的时候，请你喝一杯温热的新鲜现做的豆浆，不要喝那些含糖量非常高的手摇饮料、奶茶或者汽水。豆浆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、卵磷脂，含维生素 B 群，这些营养素可以帮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正常的功能，让你的反应速度变快。第3个原则，中午吃完饭之后，请你千万不要马上坐下来休息，或者躺在沙发上睡午觉。你要站起来，到外面去走个5分钟、10分钟，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，让你的心跳稍微加快一点，也让你的肌肉和关节活动，伸展。第4个原则，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或者看新闻、看连续剧的时候，每次遇到广告的时候，不要只是坐在那边发呆或者滑手机，你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，用你的右手去碰你左边的膝盖，然后再用你的左手去碰你右边的膝盖。这个交叉的动作可以训练你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性，让你的左脑和右脑更好的沟通。第5个原则，
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在你的床头柜上或者床边的小桌子上放一杯温温的开水。半夜或者清晨，如果你起床上厕所，你要先慢慢的、轻轻的站起来，停顿一下，等个几秒钟，让你的血压稳定下来，然后喝一小口水，润润喉咙，再慢慢的、小心的走去厕所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你在半梦半醒、意识还不太清楚的时候的反应能力和平衡能力。第6个原则，不管你是在外面走路，还是在公园散步，还是在家里走来走去，请你绝对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。你要让你的眼睛专心地看着前面的路，注意地上有没有障碍物，让你的耳朵听周围的声音，注意有没有车子或摩托车靠近，让你的肌肉和关节自然的、本能的配合。只有这样，这3个系统才能互相协调、互相合作，好好的保持你的平衡。第7个原则，每个星期天的早上，当你起床、刷完牙、洗完脸之后，做一次单脚站立测试。你可以先扶着墙壁或桌子，然后慢慢的抬起一只脚式竹单，脚站立，看你可以撑几秒钟，能不能撑到10秒钟、20秒钟，甚至30秒钟。如果你觉得比较稳定了，可以试图闭上眼睛，再做一次。这是检测你的平衡能力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变。好的，最简单、最准确的方法。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，这7个原则完完全全不需要你花钱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买任何昂贵的器材或设备，不需要请私人教练。你在你自己家里，在你最熟悉、最舒适的环境里面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做到。你只需要每天花3分钟，最多5分钟的时间，加上一点点耐心、一点点毅力和一点点坚持。现在，请你从这7个原则里面选出一个你觉得最容易做到的、最适合你的生活习惯的，然后从今天、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立刻实行，马上开始做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不要等到下个礼拜，就是现在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完整的、循序渐进的30天恢复计划。这个计划是我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，经过无数次的调整和改进之后设计出来的。它会慢慢的、一步一步的增加难度，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适应，有足够的时间恢复。第1个星期，先从最简单的、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动作开始。你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板上，腰背挺直，然后你用右手慢慢的伸过去，去碰你左边的膝盖，再用左手慢慢的伸过去，去碰你右边的膝盖。动作不用很快，不用很用力，慢慢做就好。每天做3组。每一组做10次，这个交叉的动作可以训练你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性，让你的大脑重新建立左右平衡的感觉。第2个星期，在第1周的基础上面加上站立的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训练。你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双脚打开，与肩膀同宽，想象你的脚下有一个大大的时钟，12点钟的方向在你的前面，6点钟的方向在你的后面，3点钟的方向在你的右边，9点钟的方向在你的左边。然后你用右脚的脚尖轻轻地、慢慢地点12点钟的方向，再点3点钟的方向，再点6点钟的方向，最后点9点钟的方向。做完右脚之后，再换左脚，也是一样，按照时钟的方向点1圈，每天各做2圈、3圈。第3个星期，把前面2周的所有动作结合起来，融合起来，而且要增加一个点难度。在做动作的时候，慢慢的、轻轻的闭上你的眼睛3秒钟、5秒钟，
如果可以的话，甚至到10秒钟，闭上眼睛，会让你失去视觉的辅助，这样可以强迫你的内耳平衡系统和肌肉的本体感觉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更加专注的配合，来维持你身体的平衡和稳定。第4个星期，持续做前面3周的所有动作，但是要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记录下来你的进步和变化。比如说，今天单脚站立可以撑几秒钟，比昨天多了几秒钟。做动作的时候，有比上周更稳定，更不会摇晃。走路的时候，有觉得比较轻松，比较有信心，身体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或感觉。把这些都写下来，这样你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进步。根据我在临床上累积的经验和统计数据，30天之后，90%甚至更多的人都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，当你不小心踩到水、踩到油，脚滑了一下，或者是踩空了一阶楼梯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反应速度变快了很多，平衡能力变好了很多，可以立刻马上调整你的姿势，稳住你的重心，不会真的跌倒，不会真的受伤。请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闹钟的功能，设定一个每天固定时间的提醒闹钟，名称就写练习平衡3分钟，让这个闹钟每天在同一个时间提醒你，督促你，一直到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习惯，变成你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。在我的临床看诊过程中，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，很多的病人都会问我一些类似的重复的问题。我现在把最常见的、最多人问的3个问题整理出来，一次性的回答你，希望可以解决你心中的疑惑和担心。第一个问题，也是最多人问的问题，林医师，我真的很害怕跌倒，万一我在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，真的不小心跌倒了、摔倒了，那该怎么办？会不会受伤？会不会骨折？我的回答是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你只要在一张稳固的桌子旁边练习就可以了，或者在墙壁旁边，在有扶手的地方练习。这样的话，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用手扶着桌子、扶着墙壁、扶着扶手。如果你真的站不稳，真的快要跌倒，你也可以马上扶住，马上稳住，不会真的摔下去，不会真的受伤。记住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第2个问题，林医师，我的膝盖有退化性关节炎，医生说我的膝盖软骨磨损得很严重，平常走路都会痛，上下楼梯更痛，这样我还可以做这些动作吗？会不会让我的膝盖更严重、更痛？我的回答是可以做，绝对可以做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条件，只要不是剧烈的、尖锐的刺痛，就可以继续做。如果只是轻微的、可以忍受的酸痛感，那是正常的，那是因为你的肌肉在工作、在训练。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状况，适当地调整动作的幅度和高度。比如说蹲的时候不要蹲太低，弯腰的时候不要弯太多，脚抬起来的时候不要抬太高。重点是让你的关节活动起来，让你的肌肉动起来，而不是让它受伤，让它更严重。第3个问题，林医师，我要练习多久才会看到效果，才会有进步？我可以感觉到变化吗？还是要等很久很久？我的回答是，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和病人的回馈，大部分的人在前7到10天，大概1个礼拜到2个礼拜，就会开始明显的感觉到脚比较轻松了，走路比较有信心了，站起来的时候比较不会头晕了。1个月之后，这个进步会更加明显，更加显著。现在，请你把这3个问题和答案再看一次，再想一次，然后记下这3个答案，
里面哪一个让你觉得最放心、最安心、最有信心，开始练习。你的身体就像是一条你每天都要走的路，每天都要经过的道路。你的双脚就是载逐你、陪逐你走过这条路的车子，你最忠实的伙伴。请你好好保养它，好好爱护它，好好照顾它，让它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都可以顺顺利利的、平平稳稳的运作，载助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，陪助你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还能够稳稳地站着，稳稳地走着，自由自在的活动，那真的是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无价的礼物。这份礼物不只是给你自己的，也是给你所爱的人，给你的家人，给你的朋友的。因为当你站得稳，走得好，活得健康，你就可以陪着他们更久，照顾他们更久，爱他们更久。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，做出一个小小的、简单的改变，不需要很大，不需要很难，只要一个就好，一小步就好。请你在留言区认真的、用心的打下这句话，我开始恢复平衡了，然后把这支完整的影片分享，传送给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一起来守护自己的健康，保护自己的身体，稳稳地走下去，在你自己的人生旅程上，一步一步，不急不慢，稳稳地走，好好的走。谢谢你从头到尾，完完整整地听完这支影片。我是林医师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保重身体，照顾好自己。